沪语上海市区闲话入门教程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上海话课堂。从现在开始，阿拉来学习上海市区闲话。上海市区闲话通行于上海市区，开埠以来，保护各地居民用实。辣老上海话基础上，融合了江南各地的语音，吸收了大量的北话、江北、英文等的词汇，是海派文化的血脉。听不懂不要紧，我们现在一起来学。最近我在 B 站上面找到一些上海话教程的视频，但是大多数不是很系统，或是节奏不适合入门。我想 B 站作为我们年轻人聚集的一个地方，需要一个比较系统的上海话入门教程视频，所以就参考了苏白学堂的苏州话教程，做了这么一个栏目。我呢是02年，祖籍勿辣上海，辣附近。假使有啥地方读勿对，请大家来弹幕里指正，我感激不尽。那让我们开始吧。我这里的注音采用吴语拼音，都来自于吴语学堂在线词典。第一节课我们来学习上海市区话中的你我他。我上海话是我，这里的 ng 表示这个音，这个怎么学呢？当你说的时候，会发现舌根贴着上颚，而说时舌根又与上颚分开，会听到舌根脱离上颚时的声音。此时这个就是我们要的。我，你上海话是侬，和普通话中的侬差不多。他上海话是姨，三个他都可以用，但是做他解且指非生物时不是很常用。我们有的上海土著读我你，但通常是阿拉，既可以包含听者，也可以不包含。Q 表示无语的入声，十分短促，可以参考英语中的啊。切记，学习英语也好，上海话也好，切不可试图用普通话的已知因素去拼凑，比如把 both 和 boss 都拼成 boss， 口语就基本习过了。我在上海话也是的呢。你们上海话是拿，他们上海话是伊拉。好，阿拉来复习复习。我，你，侬，他，姨，我们，我你，阿拉，你们，拿，他们，伊拉。最后呢，我想问问大家，需不需要另开一个进阶教程栏目？是否需要完全去除学习内容以外的上海话，或是相反，要不要除普通话翻译外全部使用上海话？查查看看，这个是我的 QQ。假使侬欢喜沪语，外加还是东方种，欢迎来这个 QQ 群里白相相。